台湾跟印度其实好几年前就有在谈论移工的合作。从劳工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印度移工还是说是其他国家移工，应该都会牵涉到如果开放移工的话，到底对本地劳工的冲击有多大？还有台湾人本身对东南亚或者是说对印度人的一些刻板印象，这个也是长期的一些社会背景，就是有一个先天上的一个土壤在这里。它可以去见缝插针。另一方面，在协作的这一部分，你看得出来说，这个是中共操控社群媒体假账号很典型的一种方式。它透过是一种多层次的安装的账号，然后将这些议题进一步的发酵，交互作用之后，把这些议题再透过它本身的这些官媒，它去报道。一旦在这些台湾人常用的这些社群媒体浏览交互作用下，相关的情绪就更容易被挑起。印度当然是美国倡导的印太架构之下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台湾一个潜在的自由世界的盟友。这样的地缘政治的结构也会让中国在它的对外宣传行为里头去纳入考量，目标可能就是要来分化台湾跟印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台湾内部的目标大概就是要不利于执政党执政形象跟绩效，然后利用移工的议题操作台湾内部的分化。Because all the youngsters in Taiwan, I have seen they watch the news on these apps. And most of these apps are Chinese apps. And they are listening to news that i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mainland China has this very notorious thing of painting India as an unsafe country. In India, most of the people don't know about Taiwan. So we need to correct this also, because otherwise China can take advantage of such a situation more often.